深夜的卧室里，许多阿公阿妈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时钟滴答走过了午夜，甚至凌晨2点，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。明明白天已经很累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隔天早晨，身体沉重，精神恍惚，整天都提不起劲。根据为福部的调查，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中，约有1/3长期受到失眠困扰。这不只是老化正常，而是影响健康与生活品质的重要警讯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，临床经验超过40年。这些年来，我陪伴过无数长者，看见失眠如何悄悄地夺走体力，也让心情日渐低落。更重要的是，睡眠不足会让血压不稳，增加跌倒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今天我想和您聊聊，为什么失眠会这么常见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，帮助自己安心入睡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，如果觉得这段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，这样我就能知道哪些主题真正贴近您的需要，请您看到最后。因为在影片的结尾，我会分享3个简单却非常实用的方法，帮助长者在日常生活中改善睡眠，让夜晚回到安稳的节奏。那么，失眠为什么在年纪渐长之后会变得这么普遍呢？我们接着聊。当我们谈到失眠，很多人会说老了嘛，就是比较浅眠。但事实并不只是这么简单。随着年龄增加，身体的睡眠调节系统也在慢慢变化。年轻时，脑袋会分泌充足的褪黑激素，就像一个准时响起的闹钟，提醒我们该休息了。可是随着岁月流逝，这个闹钟的声音渐变小失，间也变得不再精准。结果就是晚上躺下去，脑袋还是清醒的，半夜更容易醒来，清晨4、5点就再也睡不回去。这种生理上的改变是许多长者共同的经验。有位70多岁的叔叔告诉我，他常常半夜3点醒来，然后前睡起来泡茶，直到天亮。虽然表面上看似只是睡得少一点，但长期下来，白天精神不济，记忆力减退，甚至血压忽高忽低，都是明显的后果。除了褪黑激素，睡眠的周期也会受到影响。正常来说，我们的睡眠分成深睡与浅睡，就像海浪一样，一波波来回。年轻时，海浪深而稳定，让身体有足够时间修复。年纪大了，这些深层的波浪变得稀少，好像浪花一拍就退回去，身体没有充分的时间休息。或许您自己也有感受，以前一觉到天亮，如今却常常半夜醒来，甚至起床后觉得更累。这不只是睡不够，而是睡眠品质下降的结果。那么，除了年龄与生理变化，还有哪些因素会让长者的夜晚更加不安稳呢？我们接着聊。除了生理上的改变，心理与情绪也是造成失眠的重要原因。许多长者告诉我，他们躺在床上，脑子却停不下来，不是担心孩子的工作，就是焦虑明天要看医生。白天看似平静，夜晚一到，思绪像打开了闸门，一波又一波涌上来。这种想太多，让人即使身体疲倦，心却仍然清醒。再加上慢性疾病的干扰，像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，常常需要夜间起床上厕所或吃药，睡眠自然被切割得零零碎碎。还有孤单感，也是一个隐形的杀手。有位70岁的先生，在太太过世后，常常半夜醒来，身边的空位让他更觉得寂寞，怎么也难以再入睡。这样的故事在诊间并不少见。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半夜醒来，脑子想着停不下来的事情，或是因为病痛翻来覆去。如果有，请在留言区写下一句话，或把这段影片分享给朋友。
因为当我们互相分享，就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，很多长辈都在面对一样的问题。长期的精神紧张不只夺走睡眠，还会让身体进入过度警戒状态，就像家里的警报器一直响个不停，结果真正需要时反而失去了警觉，心脏跳得快，血压升高，肠胃也不舒服，于是失眠变成了恶性循环，越焦虑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就越焦虑。那么如果失眠长期存在，会对身体带来哪些更深远的影响呢？当失眠成为日常影响的不只是精神状态，而是全身上下。首先，记忆力会明显下降。许多阿妈常常跟我抱怨，医师，我昨天才放好的东西，今天就找不到。这不是单纯的健忘，而是大脑在缺乏深度睡眠时，无法把记忆好好存档。其次，失眠会增加跌倒与骨折的风险。根据国健署的资料，长期睡眠不足的长者，跌倒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1倍。想象一下，半夜醒来要上厕所，头脑昏沉，脚步不稳，一个踉跄就可能摔倒。对高龄者而言，这样的小意外往往带来大麻烦。更严重的是，失眠还与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。当夜里反复清醒，交感神经长期兴奋，就像引擎整夜轰鸣，血压与心跳难以休息。这也是为什么失眠的长者更容易出腺中风或心脏病。我记得有位68岁的阿姨，因为多年失眠，白天总是昏昏沉沉。有一次，她在市场里头晕跌倒，幸好只是擦伤，但那份惊恐让她之后连出门都不敢。这样的影响已经不只是身体，而是生活品质的全面下降。所以失眠并不是小事，它可能一点一滴偷走自由与健康。那么想要改善睡眠，第一步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很多人问我，医师，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先改善失眠？其实第一步往往来自生活习惯，许多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，正是影响睡眠的关键。比方说，许多阿公晚上还习惯泡茶聊天，结果一杯浓茶喝下肚，咖啡因在体内停留到深夜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也有些人晚上开着电视陪伴自己，不知不觉看过了11点。蓝光刺激让脑袋以为孩，在白天自然难以入眠。还有一些长辈白天活动量太少，整天待在家里，缺少运动，身体没有消耗能量，到了夜里虽然想睡，却没有足够的泪来推动睡眠。这就像家里的灯泡，如果没有真正关掉开关，只是调暗，还是会微微亮着，让人无法完全休息。另外，饮食习惯也常常是被忽略的陷阱。有些人喜欢宵夜，睡前吃碗卤肉饭或一大盘杂物，消化系统忙着工作，身体自然难以安静下来，结果就是胃在翻腾，脑袋也跟着清醒。如果能从日常小地方改变，例如晚上减少茶和咖啡因，固定时间关掉电视或手机，并且白天安排一些散步或简单活动，身体就能渐渐回到自然的节奏。那么，除了坏习惯的调整，饮食中还有哪些能真正帮助睡眠的食材呢？说到饮食，很多长者都很好奇，吃什么能帮助睡眠呢？其实有些食物确实能在背后默默支持，比方说牛奶、燕麦、南瓜子都含有色氨酸，这是一种能帮助大脑合成血清素与褪黑激素的营养素。简单来说，它就像睡眠的原料，能让脑袋慢慢放松。睡前来一杯温牛奶，或是一小碟蒸南瓜，就能替夜晚铺上一层柔软的垫子。在中医的角度里，也有一些食材被认为能安神助眠，像是姜枣茶能温暖脾胃，让身体放松；枣子则有养心安神的作用。这些传统方法
和现代营养学并不冲突，而是相辅相成。当然，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的长者，最好先询问医师或药师，再尝试新的饮食调整。我常常提醒病人，重点不在于特效食物，而是规律习惯。晚餐清淡一些，避免过咸或过油，睡前吃点温和的食材，就能帮助身体更快进入放松的状态。那么您平常晚餐或睡前最常吃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碗燕麦粥，还是简单的水果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习惯，或把影片转发给朋友，让更多人得到灵感。因为一个小小的分享，可能就能帮助别人找到改善睡眠的方法。可是饮食虽然重要，光靠吃还不够，要真正让夜晚平静下来，白天的活动同样扮演关键角色。那么运动又能在改善睡眠上发挥什么力量呢？很多长者常常跟我说，医师，我白天也很想活动，可是年纪大了，动一动就累，怕反而睡不好。其实适度的运动恰恰是帮助睡眠的重要关键。身体就像一座房子，白天需要打扫与活动，到了晚上才能真正安静下来。若整天都没有消耗能量，夜里自然还是精神亢奋，怎么也静不下来。研究显示，每周累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就能明显改善睡眠品质。这并不难达成，比方说每天到公园散步20-30分钟，或是和朋友一起打打太极拳，甚至在家理随着音乐，轻松伸展，都能让身体累得恰到好处。当身体有了运动的节奏，夜晚就更容易回到自然的睡眠循环。我认识一位65岁的阿姨，她原本因为长期失眠，总是半夜醒来。后来女儿陪她每天晚餐后去散步半小时，几周下来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能一觉到天亮。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运动不是负担，而是一份安静的帮助。当然，运动要循序渐进，避免过度。若在睡前做激烈运动，反而可能让心跳加快，不容易入睡。最好的方式是白天或傍晚安排活动，让夜晚真正成为休息的时刻。可是有些长者即使开始运动，仍然觉得晚上睡不安稳。那么东方传统的智慧中医能不能提供另一种支持呢？在中医的观点里，失眠往往与心神不宁、与气血不和有关。许多长者可能听过泡脚助眠这个方法。热水泡脚就像替全身按下放松的开关，当脚底的经络被温热刺激，血液循环加快，大脑收到的讯号也会变得安定。这和现代医学的观察其实相互呼应，温热能让体温在睡前先上升，再逐渐下降，正好帮助身体进入睡眠状态。另一个常见的方法是按压神门穴，它位于手腕靠近小指的一侧中，亦认为这里能安神定志。对长者来说，睡前轻轻按摩能让心情放松。从科学角度看，这类穴位刺激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兴奋，就像帮忙按下减压按钮，让身体不再处于紧绷状态。还有食疗方面，姜枣茶是许多阿妈熟悉的家常方，姜能暖胃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枣子则富含天然的镁与抗氧化物，对安定情绪也有帮助。喝下一杯热热的姜枣茶，不仅温暖身体，也像是仪式感，提醒大脑该休息了。当然，任何食材或方法都不是万灵丹，特别是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的长者，在尝试这些方法前，最好先询问医师或药师，确保安全。东方智慧与现代科学的交汇，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帮助身体回到自然的节奏。那么，现代医学本身又是如何解释长者的失眠问题呢？在现代医学里，失眠被视为一种睡眠障碍，而不仅仅是老了睡不着。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
睡眠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，包含浅眠、深眠与快速动眼期。这些阶段像一首交响乐，一环扣一环，协调得当，才能让身体彻底休息。随着年龄增加，褪黑激素分泌减少，就像乐团里的指挥，声音变小，乐曲开始乱了节奏。另一个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。白天它应该帮助我们保持清醒，但如果晚上依然居高不下，就像警报灯一直闪烁，脑袋自然放松不了。很多长者白天看似没事，夜晚却开始想东想西，其实就是皮质醇的节律被打乱。有些病人告诉我，他们虽然能早早上床，但常常浅眠，一点声音就醒来，甚至醒来后就再也睡不回去。这就是所谓的睡眠片段化，让人表面上似乎睡了7、8个小时，实际上却没有得到深层休息。这些现象并不只是心理作用，而是大脑与荷尔蒙的自然变化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科学也提供了许多改善的策略，从固定睡眠时间、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，到使用非药物的辅助疗法，都能逐步调整这首交响乐的节奏。那么在家里，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，让夜晚变得更安稳呢？改善睡眠其实不需要复杂的设备或昂贵的补品，往往是从简单的小细节开始。第一个关键就是关掉蓝光。手机、电视、平板的光线会让大脑误以为白天还没结束，于是抑制褪黑激素分泌。许多阿公阿妈习惯睡前看电视，结果越看越清醒。若能在睡前1小时关掉荧幕，改成听音乐或翻阅纸本书，身体就会慢慢放松。第二个方法是营造黑暗与安静。有些长者习惯开灯睡觉，觉得比较安心，但昏暗的环境才是褪黑激素释放的讯号。如果担心黑暗，可以选择柔和的小夜灯，而不是亮亮的荧光灯。至于噪音，使用耳塞或播放轻柔的白噪音，都能帮助大脑过滤干扰。第三个要点是固定的作息，每天差不多的时间上床、起床，就像给身体一个节奏。提示：很多人以为周末可以多睡一点补眠，但对生理时钟来说，这反而会打乱节律。规律才是最好的养分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原本因为失眠，总是晚上2点才睡，后来他开始练习，在11点固定上床，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，还换上自己最喜欢的棉被。没想到几周后，他竟然能准时入睡，而且白天精神好多了。这些方法看似简单，却能慢慢累积出巨大的差别。可是有些人即使尝试了这些方法，仍然被病痛打断睡眠。那么当失眠与身体疾病交织在一起时，我们又该怎么办呢？有些长者会问我，医师，我已经调整生活，也尝试泡脚、喝姜茶，可是还是睡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很多时候失眠和身体的其他疾病有关。比方说，男性长者因胃射护腺肥大，夜里要起床上厕所好几次，睡眠就被不断打断。还有一些人因胃关节疼痛、腰背酸痛，只要翻身就醒来，怎么也难以再入睡。药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，利尿剂会让人频繁起夜，治疗心脏或高血压的药，有时也会干扰睡眠，甚至有些止痛药或激素治疗也可能让大脑过度亢奋。这些状况让长者即使很想睡，也无法维持整晚安稳。我记得一位69岁的伯伯，他因为糖尿病要吃多种药物，每晚睡到一半，不是起来上厕所，就是因为口渴醒来。长期下来，他的精神越来越差，白天打瞌睡，晚上却清醒。直到调整了用药时间，并且与医师讨论替代方案，他才逐渐恢复比较正常的睡眠。这些例子提醒我们，失眠不一定只是心理问题，它往往是全身健康的镜子。
当失眠影响到生活，寻求专业的医师协助非常重要。医师能帮助判断哪些是短期失眠，哪些是慢性失眠，以及背后是否隐藏着需要处理的疾病。可是除了医师之外，还有一个力量同样不可或缺，那就是家人的支持。对于长者来说，失眠往往不只是睡不着，而是一种孤单感。许多病人告诉我，夜深人静时，没有人可以说话，反而更容易胡思乱想。这时候，家人的陪伴比任何药物都更有力量。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阿姨，她因为失眠而心情低落，女儿发现后，并没有只是叫她早点睡，而是每天晚上陪她泡脚，一起泡一杯姜枣茶，再坐在床边聊几句话。慢慢的，阿姨的睡眠开始稳定，笑容也回来了。这告诉我们，照顾不仅仅是医学问题，更是一种情感连结。医师的角色在于帮助长者找到合适的方法，无论是调整生活习惯、治疗病因，或在必要时提供短期药物协助。而家人则能创造一个安全、温暖的环境，让长者不再独自面对夜里的焦虑，哪怕是一句“妈妈晚安”，也能成为安心入睡的力量。社区的支持也很重要，许多据点举办失眠讲座，带领长者做伸展运动，甚至安排团体静坐。这些活动让长辈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。当医师、家人与社区三方力量连结在一起，失眠就不再是无法跨越的难题。那么回过头来看，失眠与精神紧张究竟在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又能从中学到哪些守护健康的方法呢？回顾今天的分享，我们看到失眠在长者之间非常普遍，原因既有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，也有精神压力与慢性病的干扰。长期失眠不只是让人疲倦，还会增加跌倒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甚至影响心情与生活品质。不过，改善睡眠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。从调整日常习惯、选择合适的饮食，到加入运动，再配合一些中医的温和方法，都能帮助身体慢慢找回自然的节奏。更重要的是，医师的专业指引与家人的陪伴，能让长者不再孤单面对黑夜，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希望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关心能传得更远。提醒您，本影片仅供一般健康资讯参考，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或家人长期失眠，务必要与医师讨论，找到最合适的方式。衷心祝福您和家人都能安睡每一夜，迎接每一个精神充沛的早晨。愿每个日子都因为有好眠而更加自在。